大家好，如果有一日人類嘅科學知識因為某些大災難而要全部毀滅，而我哋只可以留翻一句說話俾下一代嘅生物，到底邊句說話可以用最少嘅字包含最多嘅資訊呢？我相信嗰句說話就係原子假說 （Atomic Hypothesis）。呢句說話嘅內容係咁樣嘅：萬物都係由原子 atoms 組成嘅，呢啲細小嘅粒子不停咁運動。當大家有一段距離嘅時候，佢哋會互相吸引，但係如果被擠壓到埋一堆嘅時候，佢哋就會互相排斥。你只要用少少想像力去思考下呢句說話，你就會發現入面包含咗關於呢個世界極之驚人嘅資訊。為咗等大家明白我想講咩，我哋試下想像一滴直徑大約1/4英里咁大嘅水，如果你行埋去睇，你會見到好似一大堆人逼埋一齊咁。但係如果你再放大到2000萬倍，你就會見到一粒粒好似波咁嘅嘢，呢啲就係原子 atoms。不過水嘅結構其實複雜少少，我哋見到嘅唔係簡單嘅原子，而係分子 molecules。每一粒水分子 water molecule 都有一個氧原子 oxygen atom 同埋兩個氫原子 hydrogen atoms 黐埋一齊。個氧原子就好似一粒大波。兩粒細啲嘅氫原子就側側地黐喺佢上面。你要記住呢啲分子唔係靜止喺度嘅，佢哋喺度不停咁喐，跳嚟跳去，仲會互相扭動。喺液體 liquid 入面，呢啲分子係一個貼住一個嘅，佢哋會互相吸引，但係又唔會逼得太死。想象一下呢啲分子就好似一班人喺度跳舞，大家擁擠埋一齊，不停咁變換位置，但係大家都仲係貼住大家。呢種互相吸引嘅力好重要，如果冇咗呢種吸引力，啲水就會散開，唔會聚埋一滴。但係如果你試下將呢啲分子逼得再埋一齊，佢哋就會開始反抗，佢哋會互相排斥。呢種排斥力就係點解當你想壓縮水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水係好硬、好難被壓縮嘅原因。咁如果我哋將呢啲水加熱呢，當溫度 temperature 上升嘅時候，其實即係分子嘅運動變得更加劇烈，佢哋跳得越嚟越快，撞得越嚟越大力，去到某一個點，有啲分子撞得太勁，佢哋就會掙脫其他分子嘅吸引力，直接彈出去變成獨立嘅分子。呢個過程我哋就叫做蒸發 evaporation。呢啲飛咗出嚟嘅分子就形成咗水蒸氣 steam， 亦即係氣體 gas。喺氣體入面，分子之間嘅距離係好遠嘅，佢哋會喺空間入面飛嚟飛去，撞到牆壁就會彈翻轉頭。呢種撞擊牆壁嘅力就係我哋感知到嘅壓力 pressure。如果你增加氣體嘅密度，或者等啲分子喐得再快啲，壓力就會增加。而家我哋再睇翻轉頭，如果我哋唔係加熱，而係冷卻啲水，會發生咩事呢？當溫度降低，分子嘅運動就會減慢，去到某一個程度，佢哋已經慢到冇辦法再隨便變換位置。呢啲分子會被互相吸引嘅力鎖定喺一個固定嘅位置，形成一個整齊重複嘅圖案。呢個就係結冰嘅過程。呢種有規律嘅結構，我哋就叫做晶體 crystal。喺冰入面，每一粒分子都有自己固定嘅位。雖然佢哋仲會喺原地震動，但係佢哋唔會再周圍走。所以固體 solid 係有固定形狀嘅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我哋要信呢啲原子存在呢？我哋又睇唔到佢哋。其實我哋係透過觀察好多現象，然後發現只有原子假說先可以合理解釋到。如果你擺隻杯喺度，過咗幾日，入面嘅水會少咗。呢個就係因為有啲分子喺運動過程入面偶然獲得咗足夠嘅能量 energy， 克服咗吸引力而逃走咗。又例如，如果你喺水入面放一啲好細嘅微粒，你會發現佢哋會無端端喺度震。呢個就係布朗運動 Brownian motion。點解會震？就係因為有無數咁多我哋睇唔到嘅水分子由唔同方向撞擊呢啲微粒。雖然我哋睇唔到原子，但我哋睇到佢哋撞擊嘅後果。物理學嘅發展其實就係不斷咁去核對我哋嘅帳目。有時候我哋以為自己明咗，但係做實驗嘅時候發現條數唔啱，咁就代表我哋漏咗一啲嘢。例如能量守恆定律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話俾我哋聽，能量唔會無端端消失，亦唔會無端端產生。如果你見到一嚿嘢跌落嚟撞到地下停咗，好似動能 kinetic energy 消失咗咁。但係如果你細心睇，你會發現地上面嘅原子震動得快咗，即係變咗熱能 heat。
成個自然界就係咁樣運作，佢唔會欺騙你，佢只係好誠實咁跟住一啲規則行。我哋人類嘅工作就係要喺呢啲睇似混亂嘅現象入面，揾出嗰啲簡單嘅規則。而原子呢個諗法就係目前為止我哋揾到最有用、最基礎嘅工具。只要你明白原子係點樣互相作用，你就可以明白點解風會吹，點解火會熱，甚至可以慢慢明白生命係點樣運作。希望大家可以試下用原子嘅眼光去睇呢個世界，你會發現原本平凡嘅嘢都會變得好有趣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